百工百业拢有专业的台语词这讲法咯。也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就宣布讲哦，台语工艺思考网站是正式上线，也只有收录7200组甲工艺有关系的台语词。这台语词呢，会当听到发音，嘛有对应的图会当来看，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思考甲台语这关系工艺知识继续甲传承落去。空头。 空头是做花仔时阵用来落空的技师，运用思考着他知影各种工艺台语安怎讲。这是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建立的台语工艺思考第23正式上线。中心伫2年前委托台湾工艺联名总会去找工艺师收资料，无论是工具、技法的发音、标音，伫思考内底拢有。咱甲收集的物件吼，咱用录音、录影变来了。 工艺中心才有派咱的台语的心家委员，针对内底每一句吼，一句啊起来做检验。这未来咱来增加一寡无共款的所在，就讲少年人，还是讲较中年人，会较了解讲这个物件是要来讲，咱去慢慢去增加。有查到一寡咱较早毋知影一寡语词，比如讲即个笑风，阮拢毋知影较早去咧茶顶管即个风。 伊是爱笑的。思考拢总收1200组台语词，包括做花仔、木工也是金工等等，有11类。工艺中心嘛指出，老一辈的工艺师傅真侪拢讲台语，少年人若听无，就会影响到传承。另外嘛推出思考的实体展览，要互民众更较了解工艺材料甲技法。咱遮的老一辈的遮的工艺人，伊遮的智慧，因所使用的拢总是台语。 咱即届展览呢，除了用现场一寡工具艺术的这个展览之外，咱现场阁有 AVR， 哦，要来互大家去体验咱工夫人所展现所有的成果，会当伫现场嘛当感受得到。工艺中心表示，线顶思考嘛将结合影音、AI 这款数位科技，可以通应用伫教学、甲展览等等。未来嘛有拍算阁增加例句，互民众更较了解使用情景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